兄弟牛早，大家平安。外口真寒冷，不过咱的心真火热。来串联今仔透早要唱的诗歌，16首，咱就对主唱歌。来听琴甲咱弹一摆。来，蓝天对主唱歌，快乐迎喜来贺乐，去出天堂之光，和那聪明的心从生，用作一表从生，细细的祷告多爱，我所最最喜乐，把我给你那个和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给你所去过，哈利路亚。第一次个一摆。蓝天对主去光，快乐迎起来贺乐，去出天堂喜光，和那聪明的心从生，胸中一表从生，齐心的祷告多海。我最喜欢把我给你那个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给你做去光，哈利路亚。好，第二首618首。咱就信靠上帝，咱就信靠上帝。真熟的一条歌吼，真优美的圣诗的旋律。来，做来。我的信靠上帝，紧紧拥进摩天。心我把歌出来呀，一切光所为强，呀呀来的都一，妈妈的泪水，兄弟在那一切过来。咱准备心若有带手机啊，请咱关机啊，关做震动，谢谢。
来啊，咱着向摇花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向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咱三甲来吟诗，圣诗第16首，咱着对主唱歌，圣诗第16首，请起立。着对主唱歌，快乐吟诗来学乐，就听堂喜悦，我将主美丽心创造，上主奇妙创造，真心的头壳打开，伊看属最是好。万物皆为的到好海，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咱着对主感谢，快乐吟诗来尊重。欢乐追求上的希望，一切受造万物，称赞上主嘅伟大，乐乐着主名诗，因为主我爱世界。大家用主教是咱的主祷文来祈祷。愿在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顶亲像伫天顶。愿日食今仔予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会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谢谢。启文第33篇诗篇139篇，我来记恁来吟。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真远你有看出我的心思。我所行所做，你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亲手保护我。遐令关心超过我的了解。走到倒位，我才会当得闪你。我若落伫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举早。暗暝亲像你是遐灵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
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愿感谢你，你是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你施行审判甲拯救，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阮的罪。我们感谢学了你，以即届疫情搁再严重的时，互阮会当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阮所犯一切的过错，因为你是阮活命的救赎，互阮活命会当得到更新。阮较无你的话，互阮用信心独独来信靠你。阮知你是阮的救主，也是阮全地的主宰。我也要为着遐受疫情苦楚的人来祈祷，求你用你的疼甲因同在，帮助因赢过病痛，也帮助因来明白你，也互阮会当平安来度过即届的疫情。求你帮助阮听从你的命令，互阮的教会会当成做传福音的教会，来传扬你听从的福音，伫这个地面上。只有伫你的疼痛的内面，阮才会当得到完全。求你怜悯阮的软弱，助阮行永远的道路，帮助阮伫你的面前，通得到丰盛的性命，使阮有气力抗赢一切困苦甲灾难。互阮会当行伫你所替阮备办的道路上，一世人伫你的面前，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你。阮将一切荣耀拢归予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今仔生活伫要吟的诗是行天路。
咱三个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两位，第一位伫创世纪45章30节11节，第二节的圣经记载伫创世纪45章15节，创世纪45章30节11节。约瑟甲伊的兄弟讲：“我是约瑟，我的老爸还有养无？”伊的兄弟拢惊甲戆去，毋知要安怎对应伊。约瑟甲伊的兄弟讲：“靠我遮咧。”因就活去。伊讲：“我是恁小弟，互恁袂来埃及的约瑟。毋免因为袂我来遮心艰苦自责，这是上帝派我代成恁来，当保全大家的性命。但期盼已经2年，还有5年袂当种植，无通收成。上帝派我代成恁来，是要留恁的后代伫世间，佮要解救恁。保全恁的性命，安尼看起来，派我来伫遮，毋是恁，是上帝。伊阁要互我成做埃及王的首席顾问，做埃及的宰相，管理全国。恁着赶紧去甲老爸讲，你的囝约瑟安尼讲，上帝互我做埃及的宰相。讲落来我遮，毋通言前。你甲你的囝、你的孙、甲牛羊，以及所有的，拢通来伫离我遮无偌远的高山地区。我要伫遮奉待你，因为还有5年的期限，才免你甲你全家以及一切所有歹过日。创世纪第45章15节，约瑟甲迄个兄哥相争，男得好。后来伊的兄弟就甲伊讲话。今仔日上帝要借着老牧师传讲互人的信息是：我的梦，你的脚本。请咱同齐来祈祷。主上帝，愿踮伫你的面前，愿你用你的话进入阮逐人的心，也帮助阮，互阮踮伫每一日，阮找求你，也踮伫每一日。对阮人生的故事中间，通看见你的作为，愿主用你的神进入阮，帮助阮。同齐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嘿，这位大家平安。咱每一个人拢会去问，到底我人生会安怎个继续行落去？尤其随着年纪一天一天，咱愈来年纪愈大，咱嘛开始咧问。到底我人生的路会安怎行？要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真大的题目。但是我定定会问讲：毋知影咱抑阁会做梦无？毋知影咱抑阁会晓做梦无？做梦阁分2款嘛，对无？一款是有咧困，一款是无咧困的。一个是。当咱咧困的时阵，咱可能常常做一个梦，做一个梦，有当时咱嘛一直会去问讲，到底这个梦是啥物意思？这是一款。另外一款是你醒的时阵嘛，是会当做梦，咧梦啥物？有人讲白日梦，嘛会当讲，咱醒的时阵嘛一直咧思考，到底踮伫我的生命中间有一个啥物款的梦想是我抑阁想要完成的。所以有个人想讲我要环岛，
我要骑奥多拜环岛，还是我要骑脚踏车环岛，还是我要做什么事？这是我踮伫人生中间我想要去完成的。其实无论是什么款的梦想，我拢感觉迄是一个对咱的心所发出的想象力。这个想象力老实讲真要紧，因为这个想象力帮助咱去看透现主时所拄到的考验。这个想象力会帮助咱赢过现主时咱可能伫一个真艰难的状况。但是当我抑阁有梦想的时阵，我会当去想，我要安怎突破？我要安怎看到上帝要继续引导我行头前的路？今仔日咱要看约瑟的故事，创世纪到伫上尾了，伊讲到约瑟，伊咧写啥物？伊咧写一个做梦的人，怎样认捌伊家己的人生？怎样去解释伊家己的人生？而且伊需要做新的改变。创世纪到伫上尾咧讲约瑟的时阵，其实约瑟的故事大概甲创世纪头前所发生过的拢讲过啊。大概有啥物？兄弟咧冤家啊，老爸的问题，啊，阁有因需要出去。大概甲创世纪头前所讲的拢讲着啊。踮伫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圣经节，咱来对约瑟的人生开始来了解。约瑟的家庭，若是照咱今仔日来看，这肯定是一件悲剧，敢毋是？这确实是一件悲剧。这个悲剧安怎产生的？这个悲剧大概对老爸生囝开始产生嘛。老爸伤过疼约瑟，伤过疼约瑟，啊，造成啥物问题？哎，因的兄哥心内底就有怨妒，就开始咧想讲啊，为什么你遮尔啊疼这个？啊嘛踮伫约瑟的一张梦内面，伊梦到啥？所有的人拢爱往伊拍败，所以对这个兄哥来讲，更加心内底更加怨妒，更加真不满，所以因开始咧想，咱敢会当安尼阁继续落去吗？咱永远互这个小弟来欺负吗？所以因开始计划想要杀害约瑟，啊，但是总是兄弟，所以踮伫讨论的过程中间，因无杀害啊，但是因无杀害，做啥物决定？甲伊卖出去啊！甲约瑟卖互以实玛利人，然后佫甲伊的换衫啊，捌一寡货，了后骗伊的老爸讲，你的囝约瑟已经死啊！对这项事，咱看到讲，这兄哥看起来，因已经除了，已经将因感觉的对敌，甲伊除去啊！但是这兄哥心内底到底在想啥？咱若有这款感受，就是虽然除去一个互我家己感觉厌恶的对象，但是除去的是我的小弟，心内底会有一款罪恶感，会有一款罪恶感是毋知影要安怎消除的。因陷害家己的小弟，然后也失去伊的消息。到底伊是活的，还是已经死去啊？拢无人通知。对因的老爸雅各来讲，伊一世人拢咧掠足侪物件。啊，听到这个消息，听到伊家己的囝踮伫遐互相咧杀害的时阵，伊嘛开始陷入一个真毋知影到底发生啥物代志。伊无法度面对过来咧，伊无法度讲啥物，敢若会当踮伫哀伤的中间接受这个事实，就是伊所疼的囝约瑟已经消失了。这个做梦的约瑟更加无法度了解讲啊，这场梦吼为什么会抵到伫安尼？伊更加无法度了解我家己的路要阁行毋对。未到伫埃及了后，伊的人生阁是另外一场啊。
伊的人生开始有另外一场新的天开。爱做梦的人，爱做梦的约瑟，为着人解释迄个梦，为着求欢来解梦，到底上尾啊为着啥物人解梦？到底上尾啊为着王来解释迄个民梦到底咧讲啥物？结果一路一路，伊成做埃及的宰相。若是照安尼来看，人生真正一场梦，敢毋是？人生确实一场梦。哪会有法度按算讲啊？踮伫厝内底发生兄弟互相杀害的过程，啊老爸毋知影要安怎行，这个互人未到伫埃及的囡仔，伊嘛毋知影到底伊人生的路要行毋对，无想到讲竟然一步一步爬到伫埃及的宰相，到底我的人生是发生了啥物代志？同款的问题，咱嘛会问啊，咱家己咧，到底咱的人生会安怎行？有当时啊，是经过几啊年、几啊十年，咱重新回头来看，才会发现，原来我的人生竟然行到伫安尼，原来我的人生竟然有即款的经验。前一礼拜，阮踮伫青年咧读圣经的时阵，邀请一个牧师因分享家己的故事。这个牧师是即马世界华福中心的总干事董家华牧师。其实咱对世界华福中心毋是足了解啊。简单来讲，世界的华福中心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将世界各所在华人教会做一个连结，这是伊的工作。但是伊咧分享家己的故事的时阵，伊就分享讲，自细汉开始，伊讲吼，伊其实踮伫台南东门这附近出世的，但是因爸爸后来搬到伫台北，所以伊就踮伫台北，踮伫石牌的信友堂，踮伫遐大汉。到伫大学，伊去参加团契。自细汉到大汉，拢踮伫家己的教会。到伫大学有机会去参加校园的团契，甲无共款教会兄弟姊妹彼此咧分享、彼此咧了解的过程中间，伊发现一个问题。伊发现讲，全世界的人吼，可能上歹互动的，拢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逐间教会想法拢无共款，逐间教会咧嘛通常袂互相接纳。你讲石牌信友堂是一间真传统、真认真踮伫圣经真理教导的教会。去到伫大学了后，伊忽然发现，有的同学是灵恩派，有的同学是足强调一定要传福音，就想要求人来领受洗礼。伊才发现，原来基督徒有足侪款，原来基督徒足侪款，有足传统的教会，也有人讲足进步的教会，有足认真读圣经的教会，也有足认真强调一定都是传福音不对的教会。伊讲足侪款，足侪款。但是伊所看到的是啥物？是兄弟的冤家。伊所看到的是每一个人坚持我看到的。每一个人认为讲，干那我认为这才是对，所以踮伫一无共款教派的基督徒、无共款背景的基督徒，忽然间发现讲，毋是做伙咧团契，较侪的是彼此咧攻击，彼此咧一直咧冲突，讲我才是对的，伊才是对的。那亲像踮伫一个家庭内底，兄弟，逐个人想法拢无共款，兄弟逐个人拢咧冤家。所以伫迄个时刻，伊讲伊心内底忽然间有一个感动走出来，伊心内底忽然间有一个感动，讲4个字，叫做教会合一。伊的心内底有一个真深的感动，伊感觉这是上帝爱伊做教会合一。所以抱着这个意向，伊开始向前行。不过，当伊4个5人分享讲，上帝将教会合一这个意向放伫我的生命中间的时阵，伊发现了，所有人拢咧甲伊笑，所有人拢咧甲伊笑，甲伊讲：你莫讲啊啦！
每一间教会干那为着家己的教会的思考，每一间教会干那为着家己的教会的利益在想，每一间教会干那坚持讲因家己的敬拜方式，家己所看到、认为传福音、认为读圣经、认为追求灵恩，每一间教会干那看因认为的。所以，当伊与人分享讲上帝爱伊做教会合一的时，所有人拢甲伊笑，笑甲伊毋敢搁与人讲即件事，笑甲伊毋知影怎样去分享。后来，上帝带伊去美国读神学院，去美国读神学院，一路读甲神学博士，也踮伫美国有真好的发展，踮伫遐咧服侍。但是常常，上帝搁甲伊带转来台湾，带转来台湾，转到伫家己的母会，踮伫遐咧服侍，一切拢真顺遂，一切看起来拢袂歹。忽然间，伊接到世界华福中心所卡来的一通电话，所卡来这通电话问伊讲，牧师，阮要提名你做后一任的总干事，你敢有要？愿意，你敢愿意接受提名？董牧师家己分享讲，伊接到这通电话的时阵，伊头一个反应是，要做这个位置吼，世界华人教会的总干事。伊讲这个位置通常吼是爱安怎？德高望重，通常是年纪爱有，经验爱有，所以伊想到讲，应该那会找我呢？应该毋是我吧？但是迄通电话卡来甲因讲，迄通电话迄边旧的总干事甲因分享讲，因拢看到啊，这个世界的变化已经超越过咱的想象。这个世界的变化有当时啊，毋是到伫一个年纪了后会当去了解，所以因想讲，踮伫这个时刻，敢会当邀请一个较少年的总干事，董牧师给我一回。所以，敢会当邀请一个较少年的总干事来试看卖？伊一开始讲，我毋敢答应，我需要好好去讨论一下，甲厝内底的人讨论。当伊甲牧师娘分享这件事的时阵，伊的太太就讲：“你哪有需要考虑？你有几十个理由会当 say no？ 你有几十个理由啊？”伊爱找一个较有年纪的人、较有名声的牧师去做这个工作。过来，较重要的是，咱真无简单，才对美国全家搬转来台湾，踮伫遮服侍。你现在佫甲我讲，2年后你要佫，因为世界华人教会嘛，所以伊需要世界走。你佫讲你要出去，后来。伊就踮伫心内底，一直咧面对这个问题。这个工作，这个服侍，甲可能10几年前上帝放伫伊心内底迄个教会合一的意向，敢毋是共一个吗？伊咧面对这件事，伊咧面对上帝将迄个意向、将迄个梦放伫伊生命中间的时阵，到底伊要做啥物？伊要安怎选择？所以后来伊讲算笑讲，因为世界华福中心的总部踮伫香港，所以伊心内底一个想法是：好，我甲因讲，若是恁容阮我踮伫台湾工作，我就要接受；若是恁爱我一定爱去香港，就免阁讲啊。这意思就是，譬如讲，咱今仔日要找我做牧师，我甲咱教会讲，我要踮伫台东，我无要来台南，所以伊心内底想法是安尼，伊心内底所想的是，恁规个办公室、规个组织拢踮伫香港，我就甲恁讲，我一定爱我留伫台湾，我爱陪伴我的家庭，我才愿意接这个位置。所以伊心内底所想的是，对方绝对袂答应。结果过1个月了后，电话过来啊，电话讲，好，董牧师，阮决定啊，就是提名你
来正做阮新任的总干事，然后你就踮伫台湾吧。而且搁认真去面对，上帝真正将教会合一这个意象放伫伊生命中间的时阵，到底要安怎选择？到底会当安怎回应？看起来迄是一个并无实际的梦，但是当这个服侍真正出现伫伊生命中间的时阵，有当时啊，咱嘛会看到，无论人想要安怎逃走，拢无法度闪避。人敢若会当回应上帝踮伫伊生命中间的号召，去参与这个一开始逐个人拢咧笑伊，你要互遮的基督教教会兄弟和好，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伊敢若会当继续向前。去完成上帝踮伫伊生命中间的梦，做梦是重要的。无论踮伫什么款的年纪，咱拢必须爱问的是：伫我的生命中间，兼还阁有梦想；伫我的生命中间，兼还阁有上帝所赐予我的梦想。这是意象。这也是咱向前的动力。迄个梦想检彩对咱细汉的时阵就存在，检彩经过几啊十年的时间，咱会发现讲，原来咱的生命一直咧回应这个号召，一直咧回应上帝放伫咱生命中间的梦。只不过随着咱年纪渐渐咧大，咱为着工作，为着家庭咧无闲。踮伫这个社会中间的时阵，咱为着现实，咱会袂记哩。原来咱还阁有做梦的能力。上帝到底放什么梦伫咱的生命中间呢？受伊的兄哥所放杀的约瑟，一步一步真奇妙，无法度想象伊竟然担当埃及重要的位置，也踮伫即点，因为逐所在拢咧饥荒，雅各甲伊的兄哥讲：“恁爱想一款办法吧，恁去听讲埃及遐有物件通食，恁去买一寡会当食的物件转来，免得咱拢踮伫遮枵死。”人哪有法度安尼想着？迄个当初陷害伊的兄哥，忽然间生一大念了后，佫重新出来到伫伊的面前，而且即摆当伊的兄哥踮伫伊面前的时阵，伊有权，伊也有面包，煞只伊会当安怎做？伊会当保护啊！伊竟毋是会当保护遮个兄哥吗？会当保护遮个当年出卖伊的兄哥，伊确实会当安尼做。咱嘛期待，咱可能嘛期待伊安尼做，因为若是咱，有可能咱会安尼做。几啊十年前，几啊年前出卖我的人，现在出现踮伫我的面前。而且我是有权的人，我是有力量的人，我会当掌握伊的生甲死。现在咱到底要安怎做？到底咱要安怎做出选择？踮伫迄点，伊会当决定讲要报复伊的兄哥，但是伊无法度主动心内底不断走出来的感动。无论遮个人安怎，因犹原是我的兄哥。所以伊遮个兄哥讲即句话，讲我就是约瑟，老爸甲敢永永无。遮个兄哥听到即个人，原本因来到伫遮看到一个埃及的宰相，迄是高高在上。
地位完全无共款，因逐个人拢咧惊，忽然间对这个人喙内底讲出讲，我就是约瑟的时，所有人拢讲去啊，所有人无法度讲出任何的话，然后煞接约瑟讲出因生命中间一段真重要的告别。伊讲出伊生命中间真重要的告别点伫遮，感谢父亲帮助咱。恁毋免因为卖寡来加深艰苦自责，这是上帝派我带领恁来，通保全大家的性命。这是重要的宣告。伊讲，今仔日我徛伫遮，今仔日看起来，咱的身份已经有真大的距离，但是恁毋免因为当年出卖我来加深艰苦自责。这是上帝大心派我来遮，保全大家的性命。这是伊真重要的人生告别。今仔日伊有权，今仔日伊会当保护，今仔日伊会当掌握头前遮的可能。检测心内底还有万分的人，伊会当掌握因的性命，但是伊重新做生命的改写。约瑟重新改写家己的生命，伊知影讲人生的剧本点伫上帝的手中。伊知影讲伊人生的剧本点伫上帝的手中，虽然看起来点伫过去。伊的人生，互遮个人舞甲乱糟糟，看起来伊的人生，互遮个兄哥心内底的怨道甲邪恶舞甲乱糟糟。伊的人生也因为老爸的过头诚意，以及面对兄弟中间的冲突的时阵，感觉无能为力，舞甲乱糟糟。但是上帝悠然掌管伊的性命。上帝悠然掌管伊的性命，然后改变整个困难，然后带约瑟的性命，成做保存整个家族重要的关键。所以伊一边哭，也一边来揽着这每一个兄哥，甲因三真，然后伊的兄弟才开始向伊讲话。这个剧本超越过约瑟的想法，伊犹原是一个抑阁有梦的人，伊犹原是一个抑阁有梦的人，因为一步一步安尼爬到遮，伊会当掌握一切啊，伊会当掌握家己的人生，但是到伫这个关键的时刻，伊犹原知影讲，人的性命毋是任何家己的意志会当控制。人的性命在伫上帝的手，人的性命，咱所经验过的一切，有当时啊，虽然咱看起来，咱互身躯边的人舞甲乱糟糟，咱也有可能面对家己的家庭舞甲乱糟糟，踮伫工作中间，互人陷害，拄着这挑战，咱的健康情形也乱糟糟，但是上帝悠然掌权。上帝会当互迄一切，咱看起来已经舞甲乱糟糟的故事、乱糟糟的生命剧本，重新转来到伫伊的手中，然后讲新的故事。这是约瑟。约瑟开始讲伊生命中间，若毋是上帝，我无法度行到伫今仔日。若毋是上帝，我嘛无法度有这个机会来保护咱大家，重新带咱的家族转来到伫上帝的应允中间。所以我才会一定问咱敢是抑阁会晓做梦的人吗？咱敢阁是一个会晓做梦，然后愿意去敲找这个梦怎样实现的人无？
头前所分享的董牧师回应这个异象了后，回应这个教会合一的异象，开始接触世界各所在华人教会的领袖，伊甲所有青年分享，上界重要所得到的是啥物？上界重要，甲世界所有华人教会者的牧者、者的领袖咧对话的时阵，伊发现，原来咱无阁需要用外表、用想象去认捌一个人，乃是咱需要对真实的互动，甲真实去听伊心内底到底咧想啥物，知影讲咱所看到这个人怎样伫伊生命的路。回应上帝的梦，有当时咱会安尼，咱会对外表去解释一个人，咱会对外表去看一个人到底是怎样。可能这个人是重要的人，可能这个人是看起来爽香的人，咱有可能对外表有侪无共款的想法。但是董牧师讲，真正要行教会合一的异象的时阵，是咱真正去听。一个人生命中间，伊咧回应啥物？伊咧怎样回应上帝的故事？当然，伊也甲我分享讲，这个工作真正真困难，这个事工真正真困难，因为讲一个足实在的，世界的华人教会，对中国的看法拢无共款。世界的华人教会可能敢若咱台湾对中国的教会。有较大意见，但是伊就必须爱踮伫这中间去做一个沟通解释的过程。每一间教会对宣教的解释嘛，全部拢无共款。每一间教会，每一个所在，全世界的华人教会对宣教是啥物，拢无共款。有的人认为宣教干那是摕一个福音单张去向人传福音，这叫做宣教；有的人认为讲，我其实。咧改变这个社会，这也是宣教。所以每一个人所认捌的拢无共款，所以重点毋是照着外表，敢若看到讲这兄弟袂拄好，是真心去听每一个人生命中间上帝的梦是啥物？上帝放伫咱生命中间的梦到底是啥物？咱才会当开始知影讲，毋是我比你搁较好。毋是我这间教会比迄间教会搁较好，是咱拢是兄弟，咱拢是兄弟，踮伫起造上帝国的过程中间，学习付出，学习用咱的文字去发挥，用咱的文字带互人祝福。所以其实踮伫教会内面，定定咱嘛是共款的，有当时咱嘛受限制。咱敢若看到讲，咱所家己要紧的团体，咱家己要紧的事工，咱敢若看到我所看到的，咱袂记哩去看讲，这毋是我的，毋是我安怎，是咱踮伫上帝国内面，咱怎样去实现上帝放伫咱生命中间的梦。所以对今仔日的教会来讲，咱永远爱有一个梦。咱永远爱有一个梦是，咱毋是追求咱教会家己的需要、家己的利益。咱永远爱追求的是，咱的教会怎样参与踮伫上帝国的事工中间，怎样参与伫起造上帝国度的时空，带人行往应允的所在，这才是约瑟所讲的。找我来遮的是上帝，毋是恁。找我来遮的是上帝，毋是恁。这是约瑟的宣告，也搁一摆号召咱每一个人去敲吹踮伫咱生命中间的梦想。有当时啊，这个梦想是咱所谓不切实际的浪漫。但是这个浪漫，却看见上帝的疼。当伊会当保护，当伊会当掌握一切时，改变伊的到底是啥物？
当约瑟徛伫伊的兄哥头前，伊会当保护，伊会当掌握，伊会当控制的时，真正改变伊的是啥物？真正改变伊的是伊生命中间的痛。真正改变伊的是上帝放伫伊生命中间的痛。虽然可能踮伫脑海中间已经走过几啊十遍，我若是佫看到遮个人，我就要该安怎安怎。虽然可能已经走过几啊十遍，我若是佫看到遮个互我讨厌的人的时阵，我就要安怎的时。但是真正改变伊的是上帝将痛放伫伊的生命，互伊真正看到遮个可能是伊对敌的人的时阵，定心去看，若是遮个人，也是上帝的囝儿咧。我要安怎去回应？我到底要做啥物？今仔日的咱同款，是上帝差遣咱，是上帝带领咱行到伫现在。就算讲咱过去的人生，咱感觉家己的家庭，咱感觉家己所拄着的，互人母甲安怎乱糟糟。咱讲华语说，一切都好像被搞砸，又母甲乱糟糟，但是上帝有缘用疼，甲咱带转来到伊的剧本中间。伫我的梦会当看见上帝的剧本，伫咱每一个人的梦，咱要看见上帝的剧本。请咱来看我所写的一首诗，往事一幕一幕来出现，是噩梦，是美梦，无人捌得透。我的梦，互兄弟杀害，互老爸茫然，互家己怨恨。这个剧本想过袂堪得。今仔日束手无策的兄哥，踮伫哀伤的老爸，我会当笑看人生。毋过，你的剧本，互我做梦，互我成全，互我踏出原谅国号。我的梦，你的剧本，无阁有法度忍掉目屎，无阁有法度唱调感动。是你，是你。伫上帝的剧本内面，咱拢慢慢地看，上帝你到底爱我做啥？上帝你要怎样引带我，互我看见我的梦？咱要做伙来吟回应的诗，毋过又完成来看第3节，等下咱第3节要做一个改变。咱来看第3节，人生时常做梦，好歹无人参透，积自怨恨，假无三害，悲惨可难临到。上主奇妙剧本，歹代改变最好，目屎流出，原谅国好。感动、感恩、庆贺，咱要透过咱着信靠上帝这首诗歌，诚做咱的回应，重新看咱人生的剧本，重新看伫咱的梦，上帝一直踮伫遮，上帝用伊的疼来帮助咱，咱做伙来吟。咱着信靠上帝，真志向前无好退，亲心望各自来行，一切工会加正，行向咱着拄起。望无伫落志，
担一切苦难，人民体给听下帮赞。经过一件生风波，救主归去难归去路，吞论不望可主来行，到尾必平安主故在，关主将关地理。叹其命令之时，就在救主奇妙成就，地会看力行之研究，真心是其上最的梦，好歹无可难参透。藉主愿困皆无伤害，必参苦难的险高，上主奇妙脚本，派代改变最好，马赛到出原谅过后。感动家乡古阮去幸福。咱同齐来祈祷，主伫阮的人生中间，常常阮感觉一切事无照着阮的想象，无照着阮的计划，乃有当时啊，感觉拢是歹代，总是。透过约瑟的故事，你帮长官，互阮看见，虽然看起来，阮会当一步一步将有一切，会当一步一步来得到权利，嘛会当看起来，阮会当家己写家己人生的剧本。总是当伊的兄哥出现伫伊面前的时阵，伊悠然感受到迄个痛。超越过一切，互伊愿意踏出原谅甲过好的脚步。主啊，阮也是安尼。有当时阮认为阮的人生，互人母甲乱糟糟，拄着陷害，拄着艰难，总是你的疼无离开阮。求你帮助阮，互阮永远有梦想。而且这个梦想是对你来的，互阮踮伫一步一步向前的过程，阮看到原来是你，是你大神安排阮人生所有行过的路站，为着要互人得到福气，为着要互阮家己得到头棒，愿主赐福阮，愿主医治阮。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们。咱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
请坐。咱简单来报告几项教会的事。咱圣经学堂踮伫山顶，咱请咱第二这个时间。好，咱后礼拜要召开会员好会吼，所以咱后礼拜是2场礼拜合并吼，所以咱后礼拜联合礼拜，所以请咱的会员会记哩，咱后礼拜共同出席来参加咱的会员好会啊。会员的名单踮伫后壁遐，所以咱会当踮伫遐来做一个确认，看咱有订单无，但是有毋对的所在，请小会员来提出保证吼。好，搁续来，咱会踮伫4月初3第一场礼拜中间举行洗礼甲健身礼，所以既若有想要接受成人洗礼、健身礼的兄弟姊妹，请踮伫后主日以前，请咱的办公室来报名。所以请来第二这接续这的时间吼，若要小儿洗礼嘛会当来报名，报名到3月20吼，请咱第二。好，今仔日下晡踮伫3点的时阵，咱要踮伫伊丽莎白纪念教堂遐有教育部有办合神心意的家庭，咱要邀请吴慈恩牧师来做一个专讲，所以有兴趣有意愿的兄弟姊妹，欢迎咱会当做伙来参与。第二个是踮伫即礼拜拜六暗暝7点，拜六暗暝7点，咱教会踮女外的青年本灵吼，本灵要倒来踮伫咱教会，共款伫伊丽莎白纪念教堂，要分享伊家己生命的故事，所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咱会当做伙来参与。好嘛，继续咱宣传，咱有意愿想要做伙来购买这个齐声说阿门。怎样带领公道的兄弟姊妹，请咱会当来办公室遮来登记吼。咱预购优惠价对办公室这边，咱一本是250块，啊，原价是320。啊，除了买以外吼，如果咱大概有时间，3月初5早起10点，咱会甲公报社踮伫咱教会遮办迄个新书发表会，所以翻译的迄个蔡明伟牧师会踮伫咱中间，咱搁详细介绍这本册到底在讲啥物。我想这对，毋但是咱中职需要聚会，也是敬拜团需要带大家祈祷，也是咱每一个团契甚至踮伫咱的家庭中间，咱要带公道，其实拢是需要操练、需要练习的。所以邀请咱兄弟姊妹，若是咱想要踮伫祈祷顶面，会当得到进步，欢迎咱会当来购买这本册，咱嘛会当做伙来讨论，怎样帮助咱踮伫祈祷，哪来学习，也来看见上帝的疼。好后礼拜咱会甲李春生纪念长老教会圣乐资源中心办一个经典赞美诗合唱的研习会，所以请有意愿想要参加的，嘛会当做伙来参与。好伫昨咱教会刘美玲姊妹的查某囝李祖琪姐妹甲陈昌盛弟兄踮伫高雄盐埕教会举行结婚礼拜，所以愿上帝祝福踮伫因所建立这个新的家庭。好今仔日咱嘛感谢主，咱的管风琴总算会当复活动足久主要是内底有晶片歹去，这晶片歹去爱等对荷兰送来咱遮。伊是对荷兰遐运过来的，因为用台湾家己的迄个无法度用，所以变做爱对荷兰遐慢慢送过来所以到最近，听讲是修好90%听讲修讲已经完成90%的修理，所以感谢上帝的带领，互咱会当透过乐器来学到。今仔日天气嘛足寒。愿上帝赐福咱大家，咱嘛咱身躯边的人小问一声平安，愿咱踮伫上帝的听内面，咱得到祝福。上迎第391首《俄勒天定主宰》，因是说请牧师祝祷。天定主宰，从昨天。
体加派，保护万民，人人的普天下，当心阿罗上帝，阿罗三一上帝，行成圣。阿门。作为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常常点伫咱的心里，常常互咱有梦想，也愿意来实行上帝放伫咱生命中间的意象，互济人通照着咱得到福气，对答直到永世代。阿门。阿门。平安礼，请三角会友请安问好。